大家好。上年咧唔止一次同大家講過啦，咁啊兩間巴士公司新開咗由荃灣去呢個蓮塘口岸嘅線路之後咧，兩間公司都做緊優惠嘅。咁其實睇得出咧，中港通本身咧就好想回復翻正常價錢，即係唔想咧個價錢壓到咁平噶。無奈地咧，佢見永東一路咧都係仲做緊特價，所以每次咧話啊幾時我會變翻原價30蚊啦，但係實際上咧，當佢過咗1-2日見到同區嘅永東都係做緊特價啊，仍然係講緊一個19蚊嘅價錢之後呢，咁佢就會乖乖咁將價錢咧調整翻去20蚊噶啦。咁啊，因為唔想做蝕底嗰方嘛。如果同區裏邊人哋係做緊19蚊，你就已經行到去30蚊嘅話呢，咁就其實係對比之下，基本上冇乜人會想上你部車噶啦。而喺2026年嘅1月初啊，原先呢，中港通喺12月嘅時候已經公布咗1月初真係會加翻價噶啦，咁樣講嘅。但係呢，我真係喺1月4號左右咁啊，嘗試去搭呢一個中港通啦，結果呢都係見到呢，其實佢應該係瞄住咗啊，永東又係繼續冇加價，所以呢，佢又唔再加翻價啦，就係講咗嘅嘢呢又再減翻落嚟啦。咁但係去到大概1月嘅月中左右呢，其實我真係見兩間公司呢都已經加翻價噶啦，所以未來呢，我哋都唔能夠享受到呢咁平嘅價錢去坐呢兩間跨境大巴公司嘅車嘅。但係中港通咁計呢，其實佢都係加到25蚊嘅啫，就唔係加到去原先呢佢諗住嘅30蚊嘅。對比其他區出發呢，仲係平一截啊！我自己呢就睇過，我喺公司嗰邊如果係坐呢一邊嘅永東車去蓮塘口岸呢，其實係貴到唔少噶，30蚊都唔得啊！如果係微信度直接買票，係需要37蚊人民幣嘅，大概40蚊港幣左右啦。咁我相信佢港幣價都係40蚊左右噶啦，即係你現場買飛。不過呢，其實有一啲優惠呢，我希望你會知道啦。而且呢個優惠呢，亦都唔淨止限住荃灣出發㗎。當然啦，你計及現時荃灣嗰度都係講緊25蚊中港通出發咁計呢，咁減咗落嚟之後呢，15蚊就可以喺荃灣度出發啦。若然呢其他區份出發嘅，總之一律減10蚊啊！你只需要透過 Alipay HK 咧去購買一個少少嘅禮包，其實就可以仍然用一個比較着數嘅價錢咧，繼續坐到呢一個中港通嘅平價巴士啊！可以話咧比之前咧係更加平噶，而且呢個禮包入邊咧仲有其他嘅着數，不過一陣先再同大家講講啦。咁我喺呢一度先教一教大家點樣可以買到呢個 Alipay HK 嘅禮包先啊！其實就相當之簡單嘅，你打開 Alipay HK。跟住呢，入邊就會有個寫住交通嘅部分啦。你撳入去之後，你就唔需要理會上面嗰啲2乘碼、call 車啊、高鐵等等嘅，你就望下邊嗰度有幾款嘅禮包可以揀嘅。我哋就唔好揀大灣區交通 pass 啊，係要揀呢個北上交通 pass 嘅。咁呢一個北上交通 pass 呢，可能喺唔同時段呢，佢呢個禮包嘅價錢會唔一樣啊。我記得之前呢，上年我係曾經買過，主要係用嚟坐高鐵嘅。咁呢一個6個6嘅禮包入邊呢，其實有幾樣嘢噶。當然今次主要呢，我係同大家講講呢一個中港通嘅巴士，佢有2張10蚊嘅券啊，即係話其實你買咗呢6個6嘅禮包之後呢，最少你淨係計中港通呢，已經有2次10蚊嘅減免，無論你係任何一個區份坐佢中港通嘅車都用得着噶。而另外一啲嘅禮包入邊，你有機會用得着嘅呢，就包括一次嘅7蚊滴滴打車券，另外有1次嘅5蚊滴滴打車券。仲有2次嘅每次2蚊嘅乘車券，另外仲有1張10蚊嘅高鐵禮券，同埋15蚊嘅高鐵禮券各一張啊！不過我喺度提一提大家，上年呢，我係嘗試過買咗呢個優惠之後呢，就用呢啲高鐵禮券嘅。不過我覺得有少少伏嘅，因為呢，佢係必須要經指定某間代理去買呢啲高鐵票，而明顯地呢，呢一間代理去購買呢，佢幫你攞飛呢，其實係並唔理想嘅。我哋都搞咗好耐呢，成家人先可以買到3張飛啊！其實我覺得如果唔想煩嘅話呢，喺翻12306嗰度呢，可能更加理想。所以你高鐵呢一個，除非你好願意花時間去搞啦，否則的話你當呢個高鐵優惠呢係冇咗算啦。因為我記得上年咧同我太太各人買咗呢啲禮包之後呢，結果嘗試買高鐵飛呢，不斷咁買，不斷係被拒絕出唔到飛嘅。所以你唔嫌煩先去做啊！咁但係其餘嘅一啲禮券呢，由於我記得我都用過嘅，甚至乎呢去到上年嘅3、4月左右呢，我亦都買過佢一啲香港本地嗰啲交通優惠券呢，嗰啲禮包啊。咁裏邊呢，譬如話我係能夠每個月用夠幾多次搭巴士嘅話呢，其實都係有着數嘅，自己計翻數啦。因為有啲人呢就用開咗八達通呢，就唔會再轉用 Alipay HK 去俾啲交通費噶嘛。但係有啲人就冇所謂嘅，你俾到着數我嘅，我咪試咯。要獲得客戶信任，一定要講真話。
我哋係香港品牌，每位客戶嘅口碑都係我哋最珍惜嘅成績表。衷心多謝每一位選擇智家兄弟嘅客戶，我哋會繼續用專業嘅服務做你置業路上最可靠嘅伙伴。到呢個蓮塘口岸啦，用咗呢一個 Alipay HK 咧就減10蚊。咁雖然咧每一次買咧就只能夠用到2次嘅啫，咁但係都好着數啊，仲平過之前。我個人就覺得基本上過嚟嘅話一定會用嘅，咁只不過就係睇下你買咗之後就係30日啊嘛，用唔用得晒2次，我覺得我就一定用到嘅。分分鐘我今次回程都係坐翻呢個環島中港通嘅。嗱，咁我講翻呢個中港通嘅每次有10蚊優惠，有2次嘅呢一個嘅禮包先啦。咁其實呢，我喺同一個 trip 裏邊呢已經係去程回程用晒2次啦。咁我發現呢，其實我可以喺今個月裏邊繼續買呢個優惠券，若然我繼續要坐呢一個大巴北上嘅話。但係要注意翻呢一啲所謂嘅優惠券呢，一定係喺你購買後嘅30日內先有效嘅，即係成個禮包裏邊所有嘅呢啲禮券都係30日內有效。咁若然你係坐中港通咁計，你係去程用咗呢個優惠，但係回程係坐其他交通工具翻嚟就冇用到呢個優惠嘅，記得啦，下一張優惠券你一定要喺購買後30日內使用啊，否則就會作廢噶啦。咁所以我一般咧唔建議，譬如話我而家都未知下次幾時出發，我就買定呢一個禮包先嘅，一定係出發當日先買啊。咁另外想講一聲呢，用呢個優惠券就必須要經 Alipay HK 裏邊去購買呢一個中港通嘅大巴嘅車票啦。咁喺使用上咧都冇問題嘅啊，因為我經常咧都係喺出發前，即係部車開之前嘅幾分鐘先去買，咁亦都冇出現話任何拒絕啊，或者係買唔到啊等等嘅情況嘅。咁所以呢，我個人覺得呢一個如果你真係想慳呢一部分嘅錢嘅話呢，其實係絕對諗得過噶。嗱，我唔計其他嘅優惠先啦，單係呢2張嘅中港通每次減10蚊嘅優惠，其實你講緊用6個6咧就換咗20蚊嘅優惠翻嚟，即係每程咧就係等於15蚊加咗3個3左右就已經 OK 㗎啦。嗱，至於購買咗個禮包之後點樣去坐呢一個中港通大巴咧，其實又係喺 Alipay HK 裏邊交通嗰個版面啦。嗱，其實你買咗之後咧，就會見到成個禮包裏邊有唔同嘅禮券可以使用啦。咁針對翻我哋用嘅中港通呢一個10蚊2次嘅優惠咧，你撳入去按使用，再根據翻去展示啊，滑動嗰個顯示碼，然後按使用咧，你就可以直接用到呢2張嘅各10蚊嘅禮券噶啦。然後根據指示咧，就可以直接去到直通大巴嗰個版面啦。你揀翻自己出發嘅地方同埋去嘅目的地，到你付款嘅時候，你就會見到直接減咗10蚊㗎。好似我咁25蚊減10蚊，即係俾15蚊咧就 OK 啦。嗱，反正咧你經呢個 Alipay HK 裏邊嘅版面去購買嘅話咧，咁就會減翻呢一個10蚊㗎啦。千祈唔好咧直接喺微信嗰度走咗入去中港通嗰度買，諗住會減啊！大家係2個系統嚟㗎嘛，你一定要喺翻呢一個 Alipay HK 裏邊去購買呢一啲中港通嘅直通巴士嘅車票咧，先至係可以享有呢個優惠啊！咁好啦，我接下來咧就會影一影翻我當晚咧，其實回程嘅時候，我購買呢一個嘅車票係點樣嘅操作，成段咧拍晒出嚟啦。咁大家咧可以清晰啲睇到我係點樣去買呢一張票，使用呢個優惠啦。好，而家蓮塘口岸啦，我首先Alipay HK 交通直通大巴。蓮塘口岸去荃灣，買得㗎啦，25蚊，一陣咧就會折扣優惠。好啦，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咁可以俾錢啦。好，搞掂15蚊。嗱，我都係大概喺開車前嘅5-6分鐘左右咧買呢張票，反正咧佢有位就 OK 㗎啦，直接就可以買到，唔會話因為用咗 Alipay HK 去買咧就特別慢過人啊，長洲啦嘅。咁用咗 Alipay HK 咧上嗰路車真係好抵，上呢個中港通係啦，減10蚊啊，6個6買2次減10蚊，平均每次就只係3個幾啫，咁你仲有其他券可以用。呢部車都唔需要去回心啦，好似落晒車啦。
最後亦都當然係大概40零分鐘左右呢，就可以到呢一個荃灣啦。咁其實呢，我試過有陣時最快呢40分鐘內呢，一程車咁計呢，都已經係 OK 嘅啦。有陣時喺荃灣出發直接去蓮塘口岸呢，係唔需要40分鐘嘅。咁當然睇路面情況啦。希望咧今集呢一個用 AlipayHK 買嗰啲禮包優惠咧，對你嚟講咧都係有幫助啊！咁若然你係覺得佢其他禮包，譬如話本地用嘅，又或者其他啲都係北上嘅禮包係有用嘅，都可以自己研究下啦。咁今集分享嚟到呢度先，有咩意見歡迎留言講講。我係自家兄弟阿 Tom，下條影片再見。自家兄弟管家服務由買樓、驗樓、收樓到裝修、家私訂製都全面協助 ，VIP 睇樓安排，仲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。揾自家兄弟買樓，我哋最幫手。